到底紅殼蛋係咪真係好過白殼蛋呢？買蛋到底點樣揀先至最精明？想食得健康又唔想中伏，即刻睇睇聰明人嘅擇蛋秘訣啦！相信好多人都去過街市或者超市買蛋，企喺個蛋架前面，見到琳琅滿目、大大小小、有紅有白，甚至仲有粉紅色同綠色嘅雞蛋。第一時間腦海裏面浮現嘅問題，往往就係紅殼蛋係咪一定比白殼蛋更有營養？呢個觀念喺我哋香港人心目中深蒂固咗好多年，好多老一輩嘅人或者屋企人去買菜，都好中意專門挑選紅殼蛋，覺得紅殼蛋係走地雞生嘅，係土雞蛋，食落去補啲、香啲，營養價值高啲。而白殼蛋就係工廠養殖嘅平價蛋，營養差一截。但係真相到底係點樣嘅呢？我哋今日就嚟拆解呢個困擾咗大家咁多年嘅飲食迷思。其實雞蛋殼嘅顏色完全係由母雞嘅品種同基因決定嘅，同蛋本身嘅營養價值根本無直接關係。簡單嚟講，羽毛同耳垂係白色嘅母雞，通常就會生白殼蛋；而羽毛同耳垂係紅褐色或者棕色嘅母雞，就會生紅殼蛋。母雞喺形成蛋殼嘅最後幾小時，會分泌一種叫子宮卟啉嘅色素，附着喺蛋殼表面，呢個就係蛋殼變紅嘅原因。喺營養學角度嚟看，無論係紅殼蛋定係白殼蛋，佢哋所含嘅蛋白質、脂肪、維生素、礦物質比例都係幾乎一模一樣嘅。如果你硬係要講分別，可能只係紅殼蛋嘅蛋殼稍為厚少少，存放嘅時間可以長少少咁多，但係對於你吸收營養嚟講，兩者真係完全冇分別。所以唔好再因為蛋殼嘅顏色而盲目花多啲錢去買貴蛋啦，呢個純粹係基因造成嘅外觀差異而已。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問，既然蛋殼顏色唔影響營養，咁點解市面上嘅紅殼蛋往往賣得比白殼蛋貴呢？呢個其實係一個好現實嘅農業經濟問題，因為生紅殼蛋嘅棕色母雞通常體型比較大，佢哋平時食嘅飼料量亦都比較多，養殖成本自然就高咗。相反，生白殼蛋嘅白色母雞體型相對小巧，食得少，但係產蛋量高，養殖成本低，所以白殼蛋嘅價格就可以做到比較親民。商家因為養殖成本高而賣貴啲，結果反而令消費者產生咗一種貴嘢一定係好嘢，紅殼蛋一定高級啲嘅錯覺。咁買蛋嘅時候，到底要點樣揀先至係最聰明嘅做法呢？首先，我哋要睇嘅絕對唔係蛋殼嘅顏色，而係蛋嘅新鮮度。一隻新鮮嘅雞蛋同一隻擺咗好耐嘅舊蛋，營養同口感嘅差距係天同地比嘅。要判斷一隻蛋新唔新鮮，喺買嘅時候有幾個好實用嘅小技巧。第一係睇蛋殼嘅表面，好多人以為越滑溜、越光亮嘅蛋殼就越好，其實咁係錯嘅。新鮮嘅雞蛋表面通常會有一層薄薄嘅天然保護膜，摸落去會有一種微微嘅粗糙感，甚至帶有少少粉末感，睇落去係啞光嘅。如果蛋殼睇落去非常光滑發亮，甚至泛着油光，咁好可能係因為存放時間太長，嗰層天然保護膜已經褪去或者被洗掉咗，呢種蛋通常就冇咁新鮮啦。第二個方法係攞起隻蛋，輕輕搖一搖，新鮮嘅雞蛋裏面蛋白同蛋黃都係非常緊實嘅，蛋殼內部嘅氣室亦都好少，所以你拿喺手度輕輕搖晃，係完全聽唔到，亦都感受唔到裏面有任何動靜嘅。如果你搖嘅時候感覺到裏面有液體喺度晃動，甚至聽到咕嚕咕嚕嘅水聲，咁就代表呢隻蛋已經擺咗一段時間，內部的水分已經蒸發，氣室變大，蛋白變稀，呢種蛋就最好唔好買啦。第三個方法就係睇重量，拿兩隻體積差唔多大嘅雞蛋喺手度對比一下，越重嘅嗰隻就越新鮮，因為雞蛋放得越久，裏面嘅水分就會透過蛋殼上嘅微孔慢慢蒸發，重量就會越來越輕，所以拿落去手感紮實，有沉甸甸感覺嘅蛋，品質一定好過輕飄飄嘅蛋。如果你買咗雞蛋返屋企，想更準確咁測試佢嘅新鮮度，仲有一個非常經典嘅水浮法，你準備一杯清水，把雞蛋放進去，如果隻蛋平穩咁沉喺杯底，完全橫躺着，咁恭喜你，呢隻係超級新鮮嘅好蛋。如果隻蛋沉喺底，但係有一端微微向上傾斜，代表佢已經擺咗1-2個星期，但係依然可以安全食用。如果隻蛋直接浮咗喺水面上，咁就代表佢裏面已經產生咗大量氣體，嚴重變質或者變壞，千祈唔好食，要立刻扔掉。除咗新鮮度之外，好多人在買蛋嘅時候，仲會有另一個迷思，就係以為蛋黃嘅顏色越深越偏向橙紅色，營養就越豐富，甚至覺得呢啲係走地雞蛋嘅標誌。
呢個其實又係另一個大誤會，蛋黃嘅顏色深淺完全係取決於母雞平時食啲咩飼料。如果母雞嘅飼料裏面含有比較多嘅胡蘿蔔素、玉米或者苜蓿草，甚至農場喺飼料裏面添加咗天然嘅萬壽菊花粉或者紅辣椒粉，生出嚟嘅蛋黃就會展現出非常漂亮嘅深橙色，甚至偏紅色。相反，如果母雞主要食小麥或者大麥，蛋黃嘅顏色就會比較淺黃。雖然胡蘿蔔素對眼睛有好處，但係喺整體蛋白質同核心營養價值上，深色蛋黃同淺色蛋黃係冇本質區別嘅。好多商家正係利用咗消費者中意深色蛋黃嘅心理，特意喺飼料度加色，所以千祈唔好單憑蛋黃嘅顏色去判斷隻蛋係咪高級。講到買蛋，市面上仲有好多唔同標籤嘅雞蛋，例如有機蛋、走地雞蛋、自由放養蛋、Omega-33加強蛋等等，價錢由一盒10幾塊到60-70塊不等。到底呢啲貴價蛋係咪物有所值呢？我哋嚟逐一拆解一下。首先係有機雞蛋，要獲得有機認證，母雞嘅飼料必須係100%有機，冇基因改造，冇使用化學農藥同化肥，而且養殖過程裏面絕對唔可以使用抗生素或者生長激素。母雞亦都要有戶外活動嘅空間。有機蛋嘅優點在於安全性極高，減少咗化學物質殘留嘅風險，但係喺純粹嘅蛋白質同基礎營養價值上，佢同普通雞蛋相差無幾。如果你追求嘅係極致嘅食品安全同無污染，有機蛋係一個好選擇。但如果你只係想補充蛋白質，普通嘅平價新鮮蛋就已經非常足夠。其次係走地雞蛋或者自由放養蛋，呢類雞蛋嘅母雞唔係被關喺狹窄嘅籠裏面，而係可以喺地面或者戶外自由行走、啄食。運動量大嘅母雞心情比較好，生出嚟嘅蛋喺風味上可能會稍為香濃一點，而且從動物福利嘅角度嚟講，買呢類蛋係對動物更友善嘅選擇。不過喺營養成分上，走地雞蛋同籠養雞蛋嘅差異其實非常微小，並冇大家想象中咁神奇。仲有一種叫Omega-33加強蛋，呢種蛋係農場喺母雞嘅飼料裏面添加咗亞麻籽、魚油或者藻類，令到母雞生出嚟嘅蛋裏面含有更高份量嘅 Omega-3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對於平時非常少食深海魚嘅人嚟講，食呢種蛋確實可以幫手補充少少 Omega-33。但係如果你平時已經有食三文魚、黃花魚或者堅果嘅習慣，其實完全冇必要花昂貴嘅價錢去買呢種加強蛋，因為直接喺日常飲食裏面攝取 Omega-33會更加直接同划算。另外，好多香港人去日式超市買嘢，好中意買日本進口嘅雞蛋，特別係標榜可以生食嘅生食用蛋。呢度要非常提醒大家，唔係所有雞蛋都可以拿嚟生食或者做半熟蛋嘅。日本嘅生食用蛋之所以可以生食，係因為佢哋嘅生產過程非常嚴格。母雞喺出價前就要接種沙門氏菌疫苗，蛋子喺採集後要經過極其嚴格嘅清洗、消毒、光照檢測，而且有非常短嘅嚴格保質期，確保完全唔含沙門氏菌。如果你買嘅係普通嘅本地蛋、內地蛋或者外國普通蛋，千萬唔好拿嚟生食或者做溫泉蛋、太陽蛋，因為沙門氏菌感染可以導致嚴重嘅急性腸胃炎、發燒同嘔吐。對小朋友、孕婦同老人家嚟講尤其危險。買返嚟嘅普通雞蛋一定要徹底煮熟先至食得安全。講完點樣揀蛋，我哋再嚟傾下雞蛋嘅儲存方法。好多人買咗雞蛋返家，習慣第一時間將雞蛋直接放進冰箱門口嘅蛋格裏面，或者洗乾淨先放進去。呢兩個做法其實都係大錯特錯嘅。首先，千萬唔好喺保存雞蛋之前去用水洗佢。正如我剛才講過，雞蛋殼表面有一層天然嘅微孔保護膜，叫做角質層。呢層保護膜可以阻擋外界嘅細菌同微生物入侵蛋內。如果你用水洗雞蛋，水分會破壞呢層保護膜，而且水裏面嘅細菌仲會順着蛋殼上嘅微孔滲透進去蛋裏面，反而令到雞蛋極易變質發霉。如果你覺得蛋殼上面有少少雞毛或者泥沙，用乾淨嘅乾布或者紙巾輕輕擦乾淨就可以，等到要下鍋煮嘅那一刻先至用水沖洗。第二，點解唔好放喺冰箱門口嘅蛋格呢？因為冰箱門經常打開同關上，係整個冰箱溫度波動最大嘅地方。頻繁嘅溫度變化會加速雞蛋嘅變質，亦都容易喺蛋殼表面產生凝結水，滋生細菌。最正確嘅存放方法係將雞蛋保留喺原裝嘅紙盒裏面，擺喺冰箱內部溫度最穩定嘅冷藏架上面。原裝紙盒既可以防止雞蛋吸收冰箱裏面其他食物嘅異味，又可以提供一個穩定嘅保溫環境。
擺放雞蛋嘅方向亦都非常有講究。你仔細觀察一隻雞蛋，會發現佢有一端比較尖，有一端比較圓。擺放嘅時候一定要記住尖頭朝下，圓頭朝上。點解呢？因為雞蛋圓頭嘅嗰一端裏面有一個氣室，而蛋黃嘅密度比蛋白輕，時間長咗，蛋黃會慢慢向上浮。如果圓頭朝上，氣室就可以起到一個緩衝作用，防止蛋黃貼喺蛋殼上面。相反，如果尖頭朝上，蛋黃向上浮嘅時候，就會直接貼住蛋殼。呢種情況下，蛋黃好容易變質或者散黃。只要做對呢個小細節，你嘅雞蛋保存期就可以延長好久。講咗咁多揀蛋同存蛋嘅秘訣，我哋最後嚟談談食蛋嘅營養同健康問題。雞蛋被譽為全營養食物，除咗維生素 C 之外，佢幾乎含有所有人體所需嘅營養素，尤其係優質嘅蛋白質，其生物利用率喺所有食物裏面係數一數二嘅。但係多年嚟一直有一個幽靈般的健康問題籠罩着雞蛋，嗰就係膽固醇。好多人，特別係老一輩或者有三高問題嘅朋友，食雞蛋嘅時候都會非常小心翼翼，甚至只食蛋白，把蛋黃扔掉，覺得蛋黃裏面嘅膽固醇太高，食咗會搞到血管堵塞、心臟病發。呢個真係一個流傳咗幾十年的世紀大迷思。現代醫學同營養學界早就已經為蛋黃平反咗，多個國際權威、心臟病學會同營養指南喺好多年之前就已經取消咗對日常膳食膽固醇攝取量嘅上限限制。科學研究表明，人體血液裏面嘅膽固醇有大約7成到8成係由我哋自己嘅肝臟合成嘅，只有大約2成到3成係來自於外源性食物。當你從食物裏面攝取多咗膽固醇，一個健康嘅人體肝臟就會自動減少合成量，從而保持體內膽固醇嘅平衡。更加重要的是，蛋黃裏面雖然含有膽固醇，但佢同時含有非常豐富嘅卵磷脂。卵磷脂係一種天然嘅乳化劑，它可以幫手將血液裏面嘅油脂同膽固醇乳化成極小的微粒，反而有助於防止膽固醇喺血管壁上面沉積。除咗卵磷脂，蛋黃仲集中咗一隻雞蛋。絕大部分嘅精華包括維生素 A、維生素 D、維生素 E、維生素 B12、葉酸、鈣、鐵、鈉，以及對眼睛健康極其重要嘅葉黃素同玉米黃素。如果你食雞蛋扔掉蛋黃，等於係扔掉咗這隻雞蛋8成以上嘅營養價值，只係食咗少少單純嘅蛋白質，真係非常可惜。當然，對於極少數患有嚴重高膽固醇血症或者家族性高膽固醇遺傳病嘅患者，飲食上確實需要聽從醫生嘅叮囑，但對於絕大多數健康嘅成年人嚟講，每日食1到2隻完整的雞蛋，完全係非常健康且安全嘅，根本不需要擔心膽固醇問題。最後，煮雞蛋嘅方法亦都直接影響咗營養嘅吸收。最推薦嘅烹飪方式係大殼水煮蛋或者蒸蛋。水煮蛋嘅加熱溫度相對溫和，既可以殺滅可能存在嘅細菌，又可以最大程度咁保留雞蛋裏面嘅維生素同營養素，而且完全不需要額外添加油脂。相反，如果係炒蛋、煎太陽蛋或者炸蛋，因為高溫加上大量嘅花生油或者牛油，不僅會破壞部分敏感嘅維生素，仲會令到原本低熱量嘅健康雞蛋變成卡路里爆燈嘅高脂食物。總括嚟講，買雞蛋唔需要追逐昂貴嘅顏色或者花哨嘅標籤，只要掌握好睇粗糙感，搖一搖，感受重量這幾個基本功，買最新鮮嘅平價蛋，返到屋企用正確嘅方式儲存，全熟烹飪，連蛋黃一齊食，你就已經做到了最聰明、最健康嘅擇蛋同食蛋之道。希望今日呢啲貼地又實用嘅雞蛋、冷知識同擇蛋秘訣可以幫到大家。由今日開始，再去街市或者超市買蛋，就唔會再被各種標籤同蛋殼顏色打亂陣腳啦。食得精明，食得健康，先至係真正嘅聰明養生之道。